流量密碼變現嘅底層邏輯，你知唔知應該係點做？你哋一定要知道抖音其實好重要嘅原則係乜嘢？你怕乜嘢，佢就嚟乜嘢噶啦。雖然各行各業好努力咁樣將佢自己嘅流量想變錢，但係好多時佢哋都會犯一個錯誤，就係好麻木咁樣去跟一啲好搞笑嘅片段啦，又或者係一啲好輕鬆覺得流量好嘅片段而去做拍攝，結果呢，佢拍咗一大堆嘅內容，其實都係冇用嘅，咁係咪好可惜先？我幫你揾到一個方法，就係令到你個賬號好快可以變現嘅。當你去學識運營之前，你係需要專注好做好一件事。咁點樣做呢？關鍵就係你要將自己、客戶同埋產品融為一體咁去拍攝。呢個方法其實好簡單。咁有人會問啦，我冇產品，究竟我點樣拍攝呢？如果你冇產品，你係服務嘅話，咁就更簡單啦。只要你將你自己嘅拍攝同你客戶討論方案嘅情景拍攝出嚟，令到更加多需要你嘅服務嘅人去了解你真正嘅服務嘅話，換句話嚟講，你拍攝就係同你嘅客戶有個互動，咁樣吸引嚟嘅觀眾呢，其實你就會發現咗呢一啲觀眾其實係好想直接同你對接。雖然個流量唔係好大，但係呢，佢係好精準。當你嘅流量精準，咁你咪可以變現咯。好多人都會好 surprise， 就係點解咁簡單嘅方法就可以呢？其實有陣時最簡單最直接嘅方法反而係最有效。無論你做邊行，用呢一個簡單直接嘅方法，其實你都可以揾到你真實嘅客戶，揾到你自己嘅答案㗎。